袂啊，即马开始啊。开始啊！就惊咱机啊，机啊放入去都无声。找一个无声的所在。无咱。哦。找一个无声的所在。找一个无人熟悉。喂，有啊，多少？慢慢想，OK，好，多少？好，安尼咱今日就开始。好，时间嘛差不多，就是真欢喜，今日来到遮啊，今日的主题就是讲台语甲，就是是安怎我会行甲台语这条路，啊台语甲灵魂有啥物关系？啊，今日爱先特别介绍，就是咱主办单位，就是迄个灵魂办道，啊因其实是做遮的事工，就是头一项因是因本身的发起人就是一个政治的受人者，啊。因为知影讲，有即款经过受难者即款过往的人，其实有即款经验，即款因为安尼遭受即款去互中华民国遭受即款对待的人，其实因了的处境拢毋是真好，所以因特别针对即个啊，甲因就是逐年对2016年开始。逐年拢有做办道，所以因叫做灵魂办道。啊，今仔日即场活动嘛是因为因遮有办的活动，所以嘛是真多谢因已经做即个代志做较久安尼。啊好，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开始来讲，先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叫张小雅，啊我是做伙来讲台语，算甲乌妈妈的迄个专业的发起人安尼，啊就是安怎？今日我会开一点仔时间，好，啊今日我的主要的部分就是我要甲大家讨论的是台语到底我会分几个部分讲，头一项就是台语甲灵魂到底有啥物关系，啊第二项是讲，因为其实我相信。咱今仔人无侪啦，所以咱就是轻松，啊，就是哪开讲啊，有问题就是哪问安尼。啊，就是讲是安怎咱今仔日会甲，就是讲到台语，你敢会想到这是一个灵魂的代志，还是讲到灵魂，你敢会想到台语？就是即个代志，灵魂甲台语有啥物关系？啊，我会开一点仔时间来讨论一下。啊，毋过因为其实我相信，逐个其实看册已经真侪，所以理论的物件、主的物件，即马迄个 Google 真方便，咱不管是拢有法度去查。啊，我感觉遐个物件，逐个会使开一寡时间去看。啊，毋过我今仔日的部分呢，较注重咧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顶悬。所以头一部分就是讲台语甲灵魂的关系，了后才来要讲，就是我家己是安怎行来台语这条路。啊，我蹛这条路，我伫意的是啥物代志？啊，因为我行这条路了后，是安怎我会体会到，即马蹛咧台湾讲台语竟然变做一个无人权的代志。我拄着啥物款的困难安尼，了后就是。以我家己的经验，我想要互大家知影讲，咱会使做啥物？因为咱逐个人拢敢若是一个人，就是咱无资源，咱嘛无一定逐个拢有参加组织。啊，我想要，我若有影感觉台语甲灵魂是有关系，啊，我要安怎保障咱的灵魂？就是这是咱今日会讨论到的问题，吓。啊，所以吼，即马就开始，所以我会用一寡着。我会用一寡图，因为其实我会较强调蹛我家己的经验，是因为其实咱读遐侪书啊，咱读愈侪书的人，其实愈会毋知影讲，愈看袂到咱其实就是咧进的，就是咱头一个图就是讲，伊这其实是一个，伊开始变图，就是
就是这其实是一本书的皮啦，这个皮伊就是咧写讲 fish can see water， 伊的意思是讲，咱若是鱼，咱其实是看无水，就讲咱毋知影咱是去用浸在啥物内底。这个代志，我希望大家，就即句话，我希望大家不时仔囥咧心肝头，因为咱即马就是浸咧中华民国的实名内底。这个物件就是，其实咱已经浸上久，咱浸70冬啊，所以咱家己已经无知觉啊，咱拢已经甚至是浸好的，就是咱完全无知觉着咱边仔的物件是啥物，咱已经发生的代志。就是凡是咱看到的，咱就已经拢甲当作是正常，拢是自然。所以即句话，我请大家一定爱囥咧心肝头，问家己，就是到底啥物是水？这敢是咱的水？伊甲咱变做啥物款的鱼，对无？就是我感即个代志是，今日咱2点钟拢就是啥物拢袂记忘记，毋过上无我会记的，就是问家己，就是中华民国的市民到底对咱造成啥物款的影响？好，咱即马开始，这人真有名啦吼，伊就是迄个朱家安，嘿，我嘛毋知影啥，伊迄是英文，就是我就是有当时迄个司机有当时是翕起来，伊本来身体的名是啥物法哩？伊是朱家安，这资料拢是公开，嘛毋是我家己凊彩哦，所以大家拢有使去查。这是朱家安伊写的，伊写即句话，伊写讲吼。咱做一个，我直接，因为我其实应该爱用迄个，就是安尼用台语的汉4甲字安尼甲读出来啦。毋过我无够好，我试看觅。身为台湾公民，有主义交通伫中文能力，应该是尽之义务着，就是。伊即句就是咧，伊咧写中文嘛，对无？咱甲翻做台语的意思是讲，你若做一个台湾公民，吼，你有会使甲人交流，会使甲人相通的迄个中文能力，是你的义务啦。就是你若有可能袂晓，你对无？即句话，我即马就是，其实一句话，若准讲是3冬前问我啦。3冬前问我，我会甲你讲，我看袂出有啥问题，系啊，咱主要就是来问现场，较，因为着你就是卖吼，就是有想要较生分的，就是咱若是较对这个代志较无感觉，有想要理解，有想要讨论，无咱用野手的好啊，感觉即句话无问题的野手，有问题的野手，吼，拢感觉有问题，也是搁咧想，毋知。吼，无咱直接安尼吼，大家就是说，就是讲吼，咱继续就是安怎？即句话其实我3冬前哦，因为我甲恁大家拢共款，我嘛是读中华民国书，我嘛是浸咧中华民国的水内底的人。我浸较侪冬，浸几冬，一定比恁浸搁较久。我看到这我若是3冬前，我其实是看袂出来问题，我会感觉讲对啊。拜托你读册读啊久，对无？你小学6年，国中搁高中较侪年，你含应该甲应该甲因为的因，你拢分袂清楚，安尼敢毋是就是互人感觉你无咧读册，对无？你无做一个国家较好，即个中华民国对你较好，中华民国对你较好，互你读册。你含中文较简单的字你都袂晓，这你无尽你国民中华民国国民应该做的即个义务，安尼。所以迄阵对，所以迄阵其实对我3冬前的我来讲，我看着我嘛袂感觉有啥物奇怪，嘿，我袂感觉古怪安尼。毋过咱即马就是咧问讲，这敢真是安尼，就是这敢真是就是事实上，即马社会大家的基本认定嘛是安尼。不过这个代志敢是事实是安尼，伊就是正常，伊就是自然，伊就是对的，伊就是正义，敢是安尼。对，其实嘿，所以咱即马就是来看即个代志。对啊，咱伊的眉草啦，我简单解说一下，因为其实因拢是因读体学的嘛，对无？伊嘛是即马真红、真有资源的人。
啊，所以因写物件拢足细腻，所以你较等嘛会使看，就是伊共款即句话，伊改小侪遍。啊，伊改到了后，伊改做啥物？我上尾嘛有上尾一张互大家看，就是讲伊本来是安尼写啦，啊改到上尾一张，伊是安怎安尼改？啊，咱其实会使看迄个其实其中的变化是啥？啊，伊即个写咱会使看，伊其实是咧，伊敢若是一个足开放的人，足进步的人。啊，毋过伊咧讨论即个代志，其实伊的美操是咧讲，伊的 context 是咧讲。一个人，咱准做讲一个人，伊学语言是，咱若是学英语时间侪过中文，咱学英语时间侪，咱中文时间就变少。所以伊的意思是讲，咱若准做讲，我即个国家，因这个国家拢是中华民国对无？我即个中华民国，我互你会使自学的选择。毋过啊，你若是准做讲，你因为学英文足够啊，你着中文袂晓，安尼我无法度忍受啦。我感觉这袂使放互家长家己选择安尼。啊，你看你遮的规个讨论内底，你根本嘛看袂着母语，看袂着台语，你看袂着合法，你看袂着放早的语言，这根本无咧因讨论的范围内底，无咧伊的 agenda 内底。啊，当然啦有啦，其实伊嘛有咧插母语的代志，啊，咱着看伊安怎插，我上尾嘛会甲恁讲伊安怎插吼。吼，啊，所以这是头一个对无？伊安尼讲，啊，咱读中华民国史的人，其实对这无感觉，感觉伊是讲了对，咱读较久的书，咱是安怎中文会学袂晓对无？吼，啊，咱则过来看嘿，这是对，这张是对，啊，毋过咱若是看着讲，咱先看一个，这个英文啦吼。伊是咧讲，这是联合国内底咧讲人权的时阵，啊，咱一定爱会记的，人联合国是互啥人？是互有国家的人去的。所以中华民国伊其实嘛毋是一个国家，所以根本的联合国就入袂去。啊，所以其实因遮的人权是咧保障，就是已经有国家了后啊，对人类基本有国家以外，你搁进一步去保障基本人类的迄个人权的权利安尼，所以伊遮就有讲着啊，咱会使看，伊讲你其实是无管你是啥物款的，你啥物色，还是你啥物种族，还是讲你是啥物款的性别，还是你的宗教，甲你的政治，吼，你是无论安怎，你拢应该有即个权利，即款的人权的，所以这是袂使因为这差别啊，内底有一个伊特别有讲着，就是语言。啊，这个语言，所以咱就会使用这个例来看。所以语言到底甲人权有啥物关系？其实咱想着语言甲人权，就是我头前即张，就讲咱即摆若看着。咱想着语言甲人权，咱会去想着迄足弱势的嘛。咱想讲啊，若是准做讲有迄个外国的，别个国家，别人有国家，咱无国家，所以别国的人，伊来咱台湾食头路来甲咱斗相共，啊，因来咱的国家，因敢有受着平等的审判，就是讲伊蹛咱即个所在，伊是无法度，伊若是因为伊听无，所以伊就无法度。互人，无论伊是受害者，还是讲伊是加害者，伊若是无得到公平的审判，咱感觉这是无人权的代志。这大家应该拢有使理解嘛？无人讲，我感觉这无要紧。咱今日坐到遮应该，坐遮人应该袂安尼讲对无？咱会感觉讲，这个代志是对，咱会感觉讲这个代志袂使，就是咱应该爱互大家有共款审判的权利，咱行去法院对无？法院。咱就是爱有一个公平的审判，袂使因为你讲无共款的话，我就甲你黑白判，还是我就无互你共款的资源嘛。这是咱足基本的认知。好，啊，咱则搁来看。好，啊，所以遮发生啥物代志？咱来看哦，咱今年啊，2018年的228，啊有迄个。有一群少年人去迄个所在台语，其实咱有台语名哦，迄个所在毋是叫因迄个中国名啦吼，毋过台语名爱搁查一个。
就是迄个所在，伊甲咱采一个迄个中国支那维权，伊甲咱采一个中国的维权囥咧遐。啊，因为咱即个代志，台湾的人无人要去面对，啊，即阵少年人伊要去面对，啊，因徛出来，因去遐破菜，甲迄个囥咧遐隐私对无？叫迄个中国死人骨头，叫因莫搁囥咧台湾，台湾人无应该去拜遐中国死人骨头。结果因为安尼，因去互起诉，啊起诉的时阵，我请问因咧行法院的时阵，因讲台语啦。啊，结果媒体安怎？敢有人甲声援讲啊，咱有讲台语的权利无？安怎甲消遣？讲哦哟，恁安怎？恁国语退化安尼，嘿。即安尼，因的人权有去互保障着无？啊，毋过是安怎咱无感觉迄是一个人权的代志，到底是安怎？就是到底是安怎，咱会安尼感觉？其实就是咱头一张直直甲大家讲着，就是鱼是看袂着水的 ，fish can see water， 就是讲咱已经浸咧水内底，咱已经伤惯是讲中国话、中文，就是咱一生出来的物件，就敢若咱袂输咱即个世界对开始有人类开始就是安尼。所以咱根本无想着讲，阁有别项物件。咱根本无去思考讲，中国语、中文到底敢是台湾的物件？甚至咱咧即个都市，咱即马要用，咱咧开庭，咱要讲台语，咱会方便做是，咱爱挑工，咱会感觉讲，哎哟，迄人印尼人是因为因真正袂晓啊，恁会晓的人，恁安尼是挑工，好我请问，无挑工要安怎？你已经拢是全部拢是。中文、中国话的时阵，你若无挑工，到底要安怎做？敢有可能做安尼？好，再过来就是看，所以咱对啦，就是即摆选举，因为咱嘛才转票线嘛，所以即摆选举线就是讲，其实你若真正是一个你住在即个都市的人。咱会感觉讲，恁少年的，恁本来恁就是应该会晓中文嘛，恁的义务嘛，头拄仔对迄个主持人伊讲，讲说恁的义务啊，恁含中文都袂晓，中国话就袂晓讲，恁去法庭，恁袂晓讲中国话，迄是恁兜的代志，所以其实迄个就佫是顶一场，所以其实因咧开庭的时阵，毋是即场啦，毋过因咧开庭的时阵，我是咧现场的。大部分的少年人，因是真正，就是想要用台语，就是拢无要用中国话就对。毋过因受到啥物对待？头一项其实咱平常时咱若一般用中国语、中文的人去法院，你是有一个书记在遐现甲你拍，有一个电脑就甲你投影出来讲，我即摆法官讲啥，好拍，你。被告讲啥，拍出来安尼，好结果迄天因拢全部用台语，结果迄天的情形是啥？就是讲，阮就问讲，咱迄个暗哈，咱拢规个全乌，咱啥物拢无安尼，迄个规个是乌的，迄个猫腻就是规个乌的，问半工等半工，迄个法院的人才讲，无啦，阮就是叫伊硬叫伊开，伊才开去啥物？乌的佫网紧，开去才看到伊顶悬拢是点，就是比如讲，陈如中比如讲，迄个过论庭讲点，啥物法官伊就拍出来，因为法官伊听有，伊就拍出来，台语就点，所以台语变做干像点。请问安尼，因的人权有受限制无？安尼敢无？就是这就是因的管理嘛。是安怎我讲台语的人受到，甲讲中国话的人是无共款的对待。我无看到有人在，无人看到有人在迄个报纸写讲，咱爱争取台语的迄个人权嘛无，对。是安怎会安尼？就是安怎变做是安尼。迄个法官嘛是啊，迄个法官规个法院无人要讲台语。阮来迄个法官的处理当然啦，咱会使讲你若是真正有影无爱讲，你会使请迄个翻译嘛，通译。结果法官处理，法官讲我想恁是拢听有中国话啦吼，伊当然毋是讲中国话，讲我相信恁拢听有国语啦吼。
安尼好，安尼咱就继续我听有，你敢听有？法官你当然中华民国的法官本地就是你无资格审判阮台湾人。毋过我请问你含台语你就听无？你到底有啥物材料会使听阮讲话啊？就是你含阮讲话，我根本就毋知你，因为你嘛无愿意讲啊，对无？所以，就是你若是拄仔怀疑，你坚持要用台语，你会得到啥？嘛有人讲好啊，无你就换法官，我毋知呢，我毋知我有即个权利无？准总我真正申请，我要换一个听有台语的法官，请问安尼对我的审判的结果是会较好，还是较歹？我毋知，因为变做我搁咧调工嘛，对无？嘿啊，就是啥物咱爱调工，啥物咱，所以即摆的选举拄仔才选煞啦，咱会使看着讲，你看即个选举的公布免讲啦，顶悬全部拢是中文啦，即个中文其实恁若是去查啦，即款中文，即款中国文，其实伊袂比中华民国出现较早偌久，就是讲。也是讲迄个时间点，就是其实伊毋是毋是敢若咱有人就有即个物件，毋是，伊嘛是甲，就是我讲的毋是4加2，4加2即个物件，比如讲咱怎看到这叫做有人讲是汉字，嘛有讲是4加2，嘛有讲空主字对无？就即款字其实伊是已经真早伫咧东亚大陆遮出现真久。日本嘛有用，越南嘛有用，毋过因人袂讲伊迄是中国字，毋过伊当时变做中国字的，中文是当时开始根本就是即100档才开始的代志，所以伊是安怎会来甲台湾即个都市？其实伊就是缀中华民国规个国家体制来的嘛，对无？所以即个物件咱已经看袂着啊，咱已经看袂着讲，这其实毋是咱台湾都市的物件，因为咱已经是内底的鱼啊 ，fish can see water， 咱是鱼啊，咱已经看袂着，即个其实毋是咱的，所以迄天选举的时阵，我看到真侪我毋知大家去转票无啦，咱莫讲公布啦，因为伊选举的场外口就是有打讲，你啥物袂使炸，啥物袂使炸，就是打甲落长，莫讲迄个公投的迄个迄个题目，就是嘛是写甲翻译，当然是无，你有会晓中文就有可能看无，搁免讲你若是袂晓中文对无？所以我现场我就看到真侪，因为迄天去转票的时阵，我拄着真侪士大人，因遐士大人其实咱平常时袂看因出门，因为其实咱的生活环境甲因无共，因可能去市场、去庙的去创啥。咱毋是嘛？咱去学校，咱去创啥？所以咱其实根本甲因行无共款，所以咱袂拄着伊。迄天现我就看到遮的士大人已经差不多，咱可能7、80岁，甚至有90岁，因行路已经拢一直爱边仔有人甲因斗相共。遐士大人，我注意到一点，就是讲因的面啊，拢是真紧张，甚至是惊吓的面安尼。我迄阵就想讲可能是因为因真珍惜，因为我阁有听到士大人咧。官府咧讲足惊袂赴投票安尼，袂赴转票。我就心外就想讲有可能是因为因真知影讲即个代志是咱台湾都市顶悬的人拍拼真久才有的，所以因真珍惜。毋过了后，我阁听到另外一个时势咧甲迄个选务人员讲，迄个选务人员讲你敢会使？就是较等我，因为阮老母较侪岁安尼我较等敢会使缀伊入去，当然伊拢是甲迄个选务人员拢是讲中国话啦，讲我敢会使带伊入去因为阮老母毋捌字安尼。我迄阵才知觉着原来遐士大人因会惊吓，是因为因看无中文，伊讲伊会毋捌字，其实伊是看无中国文啦，中文。毋过我迄阵才想着讲，其实遮的士大人，伊嘛毋是毋捌字，伊敢若是毋捌中国字。就是其实伊有真大的可能，伊是捌字，毋过伊捌啥物字？伊是捌日本字。伊是捌日本的卡达卡拉，有可能，因为我进前查，敢若是有7成，毋知就是伊日本时代迄阵教育的比例嘛是算嘛是有真悬啦，所
所以伊其实迄个老大人，伊真正是有可能是会晓字，伊是捌字，伊毋是青面牛。毋过伊煞无，伊煞来到遮，煞当然咱知影日本迄阵当然嘛是殖民时代，就是日本伊因为日本来的时阵伊学一套，毋过日本殖民者走了后，中国殖民者来的时阵，伊日本殖民者迄套伊袂使用啊。啊，我即摆就是其实遮个代志，我才想着讲啊，我自细汉感觉讲我的阿嬷毋捌字，阮阿嬷若是写阮的名，伊咧电话邮一本簿仔顶悬拢会抄阮迄个电话的迄个番号，啊写啥物番号，啊阮的名伊拢感觉是用画的安尼。啊，我即摆才知觉着讲，阮阿嬷伊嘛毋是毋捌字，伊其实是捌字，啊伊捌的就是日本殖民者的物件。啊，毋过遮个物件，咱拢当作说，咱拄拄仔看迄个阿忠，就是迄个去破柴遐个人，因坚持因台语。啊，咱就是当作讲啊，恁挑工啦，恁哪有可能有人袂晓中国语，袂晓国语，袂晓中文。啊，毋过其实咱已经袂记足久了，其实即块倒数顶悬有影有人袂晓。啊，毋过咱已经当作因拢死啊。啊，就算讲伊无死，咱嘛是咧等因死安尼尔。反正恁就是啊，恁就是转票，恁才会出来嘛，啊，就甲你解说一个。所以你即摆若做一个，你来想啦，你做一个讲台语的人，写台文的人，你住喺台湾，我请问你要找头路较好找，就是我若今仔日我共人会晓讲台语，咱讲先莫讲台文的代志。我今仔日若是共人讲台语，我共人晓讲台语，甲我共人晓讲中国话，请问我住喺台湾，啥人较好找头路啊？中国话咯。对啊，这安尼敢是正常？这安尼敢是自然？啊，对，所以咱就嘿啊，即个代志就是讲，因为咱浸伤久啊，咱浸咧中国的物件内底伤久，吼，啊，这就是开始讲，对，才开始，我看时间一下吼，好，哇，咱时间过吼，好，就是讲吼，我才来开始会讲一寡我个人的生活的经验，啊，甲我即摆是咧创啥物代志，啊，甲是安怎我会有遮的知觉，就是讲是安怎我有遮的人讲角齿啊吼，角齿青年，毋过我认为青年啦，对，就是是安怎我有遮的角齿。其实我是一个，我就是一个，我是台北出，就是听家人就搁听一遍咯，真歹势，就是嘿，就讲我是台北出世，啊，阮老爸老母拢是台北人。啊，就是正台北 girl 就对哦，super 台北 girl。啊，对，啊，所以其实我真正5岁正正，我爱真多谢阮老母，阮老母有，我感觉伊应该有意识啦，毋过嘿，我其实也袂甲伊参详过即个代志。对，阮老母其实伊是，我感觉伊有意识的，伊知影讲伊是台语是伊的物件，所以伊是迄阵足感谢伊愿意甲我讲，所以5岁正正，啊袂去上课正正，阮兜拢是讲台语。啊，毋过了后，5岁了后，我去上课，了后，甲时囝正正，其实我拢无知觉着讲，我去学校，我甚至即摆叫我想啊，我拢无知觉着讲，我去学校就开始另外一个无共语言，我无，我感觉讲，我怀伫住喺厝诶，就是共款讲台语啊。啊，学校是学校啊，安尼，我就感觉讲，迄是无共所在，无共语言，我拢无感觉讲，啥物是我的，啥物毋是我的。啊，毋过其实咱拢知嘛，咱其实学校就是上简单的国家机器。好，遮个人应该拢知影，台湾是中华民国对无？应该拢知吼。吼，台湾谁拢毋是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伊就是对中国迄边来的政权。啊，伊的主体性就是中华，所以对咱伊遐大的物件要放喺台湾是无可能的嘛，因为对就是对伊毋是咱嘛毋是伊啊，咱若是要用中华民国，咱刚好会变做伊的一个部分，也是讲咱就是变做伊足多元，伊中华民族内底一个。一支就对，啊，所以对，所以因为所以毋过，因为咱自细汉，所以咱知影讲国家机器即个物件就是足恐怖，是因为伊头先是用
无论其实中华民国来遮就是台人嘛，伊就生台人，嘛无人应该嘛无人毋知影二二八嘛，对无？二二八害死足侪无想，就是无论你是麻叶派，就是麻叶派，还是迄个粉椒派，就是。你想要做麻叶的人，伊嘛甲你抬；你想要互伊统治，毋过你敢若是想要甲伊讲道理的人，嘛互抬。反正伊就是无论啥物，伊就拢甲你抬。啊，先抬一轮了后，才开始媒体控制、教育控制、政治方式掠人，甲你掠。所以其实咱就是即个物件所产生的结果。所以像咱中国话。中文的音乐较自然，其实就是这所有的代志。啊，我嘛是，其实我嘛是，所以我入去学校了，我开始学中文，我感觉迄是我的物件。啊，我一直甲我生2个囡仔。啊，我拄好是双生啊，阮迄阵的翁，就是阮囝的老爸，阮囝的老爸是日本人，阮囝的老爸是日本人啊，所以其实我迄阵哦，我完全无想到台语即个代志，就是台语甲囡仔，就是对我，就是台语即个代志完全无囥我就是甲头拄仔迄个主线是共款，我完全无甲伊囥咧，我干那想拜托我台北几落呢，我英文会晓就好，所以我就飞去美国学英语啊，对无？啊，因为阮先生是日本人，我就开始学日语啊，安尼足正常嘛，对无？台语是本来咱就是蹛厝讲就好啊，对无？有厝有讲啊，我就感觉安尼就是正常。其实是啊，其实是，我就感觉安尼是正常。了后开始，我迄阵其实是囡仔一岁的时阵，我就开始想讲，我上烦恼的毋是台语，我烦恼的是阮拢直直，我甲阮迄阵的先生，就是一直住在台湾生活。我即马无先生啊，就是对安尼讲话足复杂的无，对我就是我有2个囝，因即马6岁，对，我有2个囝，因即马6岁，啊，因即马主要语言嘛，佫是台语。啊，因两个主要语言佫是台语，啊，佫就是，我即摆咧到日本咧准备要离婚，对，所以我对，嘿，嘛是啊，袂是真红，就是真红 ing， 对，你要真红安尼，就是讲阮囝的老爸是日本人，啊，毋过因为阮弟弟住在，歹势，对，想我来，就是阮囝的老爸是日本人，所以其实我迄阵，阮弟弟住在阮弟弟住在台湾生活，啊，所以我迄阵颠倒烦恼，阮囝1岁的时阵，我就写批互我的迄阵的大家，啊，阮大家其实伊是一个对语言真有兴趣的人，啊，日本人嘛，所以伊就是日语啊，日语免讲，日语真好，啊，日语是伊的义务嘛，对无？日本国家对。日语真好，啊，伊对语言就有兴趣，所以伊英语嘛真好，所以阮后生开始咧写，阿忠，你的故事讲完你再来，阿忠来啊，噔，系啊，国语泛化阿忠，中国话佫是联合部认证的。哎呀，中。对，就是讲。迄阵其实我是中国时报啊，对。中国时报。支那时报。就是讲，我迄阵其实想法，我完全无甲台语囥在我的迄个考虑内底。我上烦恼的，迄阵囡仔1岁开始要讲话，我迄阵上烦恼是因袂晓日语，因为拢伫住在台湾嘛。啊，你若阵无论安怎，因一半亲戚嘛是日本人啊。啊，你若袂晓讲日语，你转去日本，你要安怎甲人交叉，要安怎甲人盘烂，对无？我迄阵其实是真烦恼，啊了后，我迄阵就写批问我迄阵的大家，啊就甲问讲，你敢会使？我迄阵佫是因为阮大家已经对语言有兴趣，所以伊迄阵已经开始学中文，啊用中文，我已经开始甲伊用中文写 email， 我就问伊讲，你敢会使甲我讲，迄个有啥物教材啊，有啥物 CD 啊，会使紧放互阮囝听，互因紧开始学日语安尼。阮大家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啊你台湾人，啊你住台湾，啊你哪会拢无想讲要教因讲台湾话？啊我即摆讲这我拢会起过虎皮啦，啊毋过其实我迄阵心肝内真正想法是啥，你知无？我想讲好，我是感觉足好笑。啊我即摆对啦，就是我感觉好笑头一项，
我家己台语就袂练转啊嘛，我30几年无讲啊，我自去学校，我30几岁才生囝嘛，所以我已经30几年无咧讲即个语言。虽然讲有倒咧厝会讲，毋过阮迄阵剩的台语拢是剩讲啥物我去确定一下安尼。我感觉这是台语，其实6个字内底，敢若2个字是台语，愈长的句，甲愈复杂的字，就拢台语就无去安尼。了，我就感觉讲，我伊安尼甲我讲，我就感觉头一项我无才调，我哪有可能有才调，甲我的囡仔讲台语？若是害因发展有问题，要安怎对无？真侪即摆的家长讲啊，我教囡仔讲我啥物，我教伊讲伊母语，我家己就讲袂好，要害伊对无？其实有我有想着。即摆讲起来真正足可体，毋过对，我有，所以我真正是正台北 girl 哦，正中华台北 girl 是我哦，中华台北 girl 是我，对对，我毋是对，吼，所以我迄阵第2项我想，台语都无人咧讲安尼，我讲要创啥？其实我家己就已经知影台语要无去，对无？其实我是知的。第3项，我讲，我就想讲。我敢会想假掰啊，就是讲有真侪真侪中华民国人，因怎爱教，就是囡仔一定爱取一个英语名 John 无，John 即摆伊无时行，一定爱足歹，伊像 Joshua 啥，毋知，就是爱足歹念的，足歹读的，才有国际观对无？就是人也是啥物？像无，像是像，我毋知就是一定爱互迄款就是即摆愈来愈新，就每一代就咱以前去互迄款英语名已经无时行，爱搁较新的迄款英语名，伊就讲讲啥物，叫因讲，比如讲上，啥物来，因当然袂讲台语啦，毋过伊就讲来。这摕去 trash can 安尼，叫伊带粪扫啦，吼，讲啥物你的啥物 tie your shoe， 混在家的事对无？ shoe 甲再tie一句话对无？就是因我就咧想啦，我迄阵其实是安尼咧想，我就想讲，奇怪，迄寡英语的人，咱若是讲咱真正有影惊咱的台语无好，咱。会合法无够好，无法度甲囡仔讲，就无要教因。想到你英语较破，你有法度，你袂感觉可体，你嘛是硬要甲因教。我阵就安尼想呢，而且我搁咧想另外一个，就讲，咱生到较大汉对无？咱其实咱学英文对较细汉开始，嘛学了袂歹啊，就是学你看我嘛学到甲一个外国人结婚对无？对，佫会使用英语谈恋爱，对无？迄嘛算对无？嘛算无对啊，对无？好啦。嘿哦，对。日语我已经大学毕业，拢无咧读册啊。毋过为着阮翁因兜的日本人，我知影伊着敢听日语，我着愿意去学日文。对卡达卡纳开始，安尼一字开始学。是安怎？学写嘛，学听讲读写，咱拢学。是安怎拄着台语的时阵，咱看到迄个台文啊，咱就感觉足兴奋啊，就是咱感觉咱一世人拢免熟悉伊嘛忘记。是安怎拄着台语，咱就感觉拢无要无紧安尼。我迄阵就安尼问我家己，是安怎就是外国的家娘就是足严的安尼。了后我就想讲好，忘记真正因为囡仔刚来才一岁。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就甲囡仔斗阵学，怀疑因爱的字无多，我就甲伊开始斗阵捡字，迄阵嘛真趣味啊，就是拄着真正足侪字袂晓，比如讲咱讲迄个，中部就是英语叫做 hanger， 就是迄个就是咱即马台语，咱会讲衫巾啊，对无？毋过你久无讲台语的人，你若想要直接用中文翻，你会讲衣架，对无？请问啥物是衣架？就是三角巾啊。对，三角巾啊，就是因为你的迄个思考已经完全变做中文的思考，你硬要翻，迄就毋是台语。台语其实足特别，比如讲伊动词就是会使转做名词嘛，所以巾其实本来是一个动作，毋过巾伊就变做一个物件。所以其实这拢是台语足厉害足又水真水的所在。其实咱食物件已经拢咧无去，毋过咱无知觉。毋过其实我迄阵嘛是一个，就是佫是一个普通的
讲台语的台北 girl， 就是台北老母，莫是讲台语，台北老母。我迄阵台北少女，我迄阵就是台北，就是台北，因为我就是真正出世就是住在遮。啊，我真正迄阵毋知影啥物叫做即块都市啦。啊，嘛是因为有囝了后，我才想讲，要带伊去世界耍，去台南去倒位。啊，结果是因为因一下开始甲伊讲嘛，啊讲了后，我就感觉讲，因为其实我一个人带两个囝已经足忝的啊，所以我就感觉讲。逐工就是有烧酒啉，就是去送因去困，啊，我就下班安尼，就是即个代志就好，就好啊。啊，我嘛感觉因为对因一岁甲3岁中间，我感觉讲我已经做甲足有够，我感觉我家己足阿弥陀佛的啊，就是做甲真好啊安尼，就是因已经会晓讲，啊嘛，就是会晓听免讲嘛，就是因已经会晓讲啊有够啊安尼，就安尼想要准拄煞，感觉家己气力有限安尼。啊，我就是因为一假，我想要带伊去台南嘛，我想讲啊，咱住在台北有影无环境嘛，大家拢讲哦，台北无人咧讲啊，啥物，我想讲啊，咱边仔某某的，反正台北找无伴网紧。结果我想讲啊，无咱就是要来台南耍，我就足欢喜，就是因3岁2个已经就会晓讲，我就带因去台南。啊，我迄阵坐5台客人车，啊，客人车司机拢就是听着因讲台语，拢安尼，哦。哪会晓讲台语？哪有遐幼的囡仔会晓讲台语？啊，我迄阵就想讲，哇，是啊，就是代表讲台南，伊嘛拢无囡仔来讲，所以这对因来讲变做讲台语足稀罕嘛，足稀奇的代志，所以因来讲，原来囡仔讲台语遐好听呢。啊，我迄阵才知影哦，原来表示讲毋单干啊台北，含南部，咱本来想讲啊台语，搁活了真好的所在，其实已经拢无咧讲台语。所以阮迄阵才对迄阵开始招台北的，因为我就是咧台北，所以阮就迄阵开始住喺台北，开始招一阵人开始住喺台北来讲，阮就是要互囡仔有台语空间，阮就是希望囡仔会使讲台语，要做即个代志。啊，迄阵拄我开始其实嘛真困难，因为阮其实有影是找无伴，阮找无已经会晓讲台语的囡仔，无即款囡仔。我住喺巴士顶悬，我凊彩会使拄着讲日语的哦。我要替阮囝找日语伴，足简单。我住喺巴士顶悬找，也是去倒位耍就找着。毋过我要找台语伴找无安尼。所以我就好想讲找无家己招，毋过家己招你招来的囡仔。伊主要语言毋是台语的时阵要安怎？啊，其实阮就是一直咧处理即块代志。啊，因为囡仔有伊家己的，因为其实讲较坦白的，即囡仔无要讲台语，因为无一个囡仔出世就是讲中国语的，对无？应该无吧？吼，就是伊是囡仔的时阵，就是其实你甲伊讲啥物语言，伊就是讲啥物。所以是安怎？即囡仔伊是结果，伊毋是原因。咱常常拢讲啊，阮住喺路就趣味啊，常常讲啊，你甲囡仔讲台语真好诶。啊，毋过伊拢无可能讲台语啦，伊就是拢用中国话讲。啊，你们跟小孩说台语很好哦，我们家都不讲，安尼，我不敢讲。哦。就是你无讲啊，就是你无讲啊，恁兜的是安怎？你要叫恁囝讲一个你不爱讲的语言啦，我看无。就是安怎？你想要怪恁囝，迄毋是恁囝的责任，对吧？所以我其实有人伊感觉伊是咧甲你学路啦，比如伊就讲啊，无要紧啊，恁即马讲台语啊，就是着伊无可能用台语讲，因为即马普遍就是拄着咱即款面的，因台语已经讲袂出来嘛。就是无论咱安怎甲伊讲台语，伊拄着咱因台语就是讲袂出来。就是伊就讲啊，恁囡仔安尼真好啊，欢喜后摆去学校就是会学国语安尼。啊，你就想讲哦，所以是安怎我一定爱去学中国话啊？就是安怎我爱，因为其实你去学校了后，咱头讲过迄个国家机器，你入去啥物款的学校，你入去中华民国的学校，其实你就是互伊随便一个中国人，对吧？这其实就是安尼。啊，所以阮是安怎做甲较
因为咱已经用水70档啊啦，对，所以是安怎大家，所以这就是阮甲囡仔斗阵做的代志啊。若是有机会啦，就是嘛会使来讨论。其实囡仔咧全世界，特别是咧中华民国，伊是上无人权的人的角色。啊，所以这嘛是其实咱即个问题足深，就是讲咱自细汉咱无甲囡仔当做一个人，无互伊应该伊家己的权利的时阵，我请问伊大汉要安怎知影啥物是伊的，啥物毋是伊的，啥物是会使争取的？反正我甲你讲袂使，我甲你讲，我就是甲你扒。我后摆我有权利谁甲我扒，我就听谁的。所以安怎？中国怎要甲你扒？咱就一家亲就亲过去啊。所以这个代志，敢毋是因为教育，敢毋是因为你自细汉做迄款中国人你做惯势啊？其实是啊。所以阮就是希望讲，会使透过自囡仔细汉，你自细汉就甲当做人，伊就知影啥物叫做人的权利、人权，又去互人用当做人来对待，伊就有法度甲别人嘛当做人，伊才知影啥物是人权，安怎是尊重家己，安怎是尊重别人，对啊。所以像阮囡仔做遮个代志，拢是去互边仔的人骂死的啦。你毋通安尼，你树仔是逐个的，你树仔会受伤，啥物？我想讲是安怎？我看人咧错树仔的时阵，你都无徛喺头前咧去遐保护树仔，是安怎囡仔敢若安尼捡，你都烦恼甲安尼。就讲其实因无甲囡仔当做一个人啦，就是因感觉囡仔是无权利，你做啥物代志权利，我就是要甲你教育。伊款是啥物教育，就甲你教育做听话的中国人的教育。比如讲囡仔若是厝就囡仔若厝就愈安尼行去袂使，安尼囥石头袂使，足危险的。你安尼安怎？其实囡仔因家己会晓交流，因会晓参详。伊毋是白痴，伊莫甲囡仔讲上白痴的，就是中华民国人。所以你上会有法度做的代志，你就是莫教囡仔，因为你已经歹去啊，你无效啊，你莫阁甲囡仔加讲，迄就是你上会法度做的。就是安尼对，就是安尼就对啊。是囡仔要来甲咱教安怎耍，因是上贤耍的人，因甲石头要安尼揢，迄石头足轻的，因甲石头要安尼揢去是安怎？其实是。因想要看石头安尼安怎起哩，安怎淋落来，因咧观察石头行。伊干那即个岁想要知影即个代志，我请问你40岁的人，你会想要去遐安尼捡石头？你袂会。囡仔要安尼做，你无爱互伊做，这是毋是违反伊的人权？这是啊。伊干那即个岁，伊想要安尼去知影理解即个世界嘛。所以是安怎在中华民国下骹的体制，伊就是伊无可能互你安尼做啊！伊含囡仔要安尼行起哩，逐个边仔的家长就足紧张的，袂输敢若是啥物足严重的代志着。像阮即马就是，敢若休困者，袂好，就是像阮即马就是。因为阮办野餐嘛是因为2个囡仔，所以我就是为着要开始招大家开始讲台语嘛，就是想要招搁较侪台语囡仔来讲台语，所以阮就开始有一个迄个做伙来讲台语的迄个迄个page，了后嘛因为安尼有真侪外国转来的朋友，伊会带囡仔来参加阮的活动，嘛是即个老爸。就是因拢真用心嘛，因真正有影足拍拼，因住喺美国足拍拼甲囡仔干那讲台语嘛，因为其实身躯边嘛是就是伊感觉台语是个物件，伊想要甲留落来，甲囡仔讲。毋过伊耍颠倒安怎你知无？伊足趣味的，伊住喺美国，要转来台湾的时阵，伊住喺台湾找无，因住迄个囡仔转来台湾时，伊问因老爸讲，爸爸台湾哪会？拢无人讲台湾话安尼，伊甚至为着要互伊去交朋友，伊送伊去第期的迄个就是迄款学校，就是幼稚园，迄阵伊搁较细汉，幼稚园的人拢讲中国话，伊阵仔去转来变做学中国话，因爸爸就是感觉讲，伊甚至因为安尼，伊感觉伊无想要搁转来台湾，嘛因为阮做遮个代志的关系有熟识着因，因即摆有转来，阮有见面安尼。甚至阮囝去台南嘛是甲
台南的迄个一个就是THK 讲会使讲这个故事，本来要对你的节目讲无讲着，就是阮去台南甲台南的一个七系，就是 THK 嘛是一个网络迄个足够画图的迄个嘿，就是画图的先生。THK 跟文化连接。对啊，THK，就是甲伊到林顺伊囝其实嘛是，就是主要台语囡仔啊，即马大阮囝敢10岁看，啊，迄阵阮带阮2个囝去迄个台南甲伊耍，啊，伊耍了，伊竟然甲伊妈妈讲啥物？伊讲妈妈，原来甲台语囡仔耍遮好耍。我听了真正嘛，足心酸的啦，啊，就是对，就是讲，所以住喺台南活7冬啊，伊毋捌甲台语囡仔算过，对，伊毋知影讲原来台语囡仔是就是对，就是。用笑的，一定笑的。吼，啊，就是对，台语囡仔足够。对啊，即摆就是来讲，阮做啥物代志，就是。阮迄当阵，就是因为我家己嘛是去互提醒，就是我才知影讲，台语是我的物件，才知影讲，中国语毋是我的物件嘛。啊，阮迄阵互人提，我想讲，我嘛是去互提醒，所以我嘛愿意来做即个代志，就是咱已经拢浸要出来，咧浸上久网紧。啊，我互提醒，我才觉醒，觉醒对，觉醒的台北少女，所以我即摆对，所以我就来提醒大家嘛，我互人提醒，我来提醒大家讲，即个代志台语是你的代志哦，所以阮迄阵就做足侪啦，我家己就拜托人设计，即张就是迄个家设计，啊画了足水的，啊就是讲，你若是因为咱知影爱是其实即张图对，即张设计对我即马来讲，我嘛感觉是无及格，是安怎？因为中国有中文，就是讲，因为啥物意思？就是讲，其实我迄阵嘛是阁想要做一个足温柔的人。就讲啊，怀疑就是网紧咱就是有讲对无？啊下骹讲正经话的时阵，咱就是留互中文去讲安尼。就是其实迄个概念是安尼啦，就讲啊，咱莫伤偏激啦。啊，咱迄个讲话迄个腔内底，咱就是其实迄阵嘛是想有人伫咧讲啊，你敢讲想着台文，你敢想台语？啊，咱即个倒是若讲台语啊，其实阮拢想着，其实。最上早开始的时阵，已经有按算，就讲，阮迄阵本地咧办活动啊，其实嘛是按算讲要招就是每一个族群，比如讲阮迄个浪康的所在，你若是合法，你就会使用合法来写你的，就是甲恁囝讲爱食互饱即句话，啊放早就用放早话，啊毋过。阮单无人，就是无人甲我联络，啊嘛无，就是无，我毋知影讲敢有人注意即个代志安尼，啊所以我无法度，我就干有法度，我继续做台语的安尼，对啊，就是做一个，吼，啊佫有讲，甲我讲台语，就是啥物要做这，就是因为因为咱定定讲嘛，就讲啊，我无讲台语的机会啊，我无环境啊，我无啥物好环境，你家己就是环境。讲我教一个，我即摆教一个，你看着我就是提醒你，你爱甲我讲台语，嘿，对，就是讲，网紧我无人要甲我讲，我家己创造空间，因为其实语言咱拢知嘛，其实咱台湾人其实真正足够学语言，咱语言无啥物撇步，就是你爱会晓讲，会晓写，会晓听，会晓读，啊你进步才会记，啊遮个代志其实是安怎咱学英语做会到，啊咱学台语做袂到。对，这是爱问你家己的，对啊，所以我嘛开始做，这就是台文，就是讲，阮知影讲台语毋是干伊有写，伊其实有一个系统，啊，这个系统咱头拄有讲，其实中文这个物件，伊其实这100冬的代志，啊，毋过其实像顶悬的是白话字嘛，白话字是已经嘛100外冬对无？嘿，啊，白话字就已经比中华民国较长啊。嘿，啊，搁免讲遐4角字摕来写台文，其实嘛已经400冬，就是伊可能头先是先写迄个下问，对，啊，毋过了后就是迄个系统嘛已经用400外冬，所以遮物件啊，你头拄问我教育部的代志嘛，对无？对，所以迄较早有时间嘛使来讨论，就是安怎汉字阮要用台湾语。
请问我才400外档的物件，我怀疑，啊，我要去用你中华民国甲我讲的迄字，就是。对啊，而且爱串联即个汉，咱即个汉。哦，较等下你。OK。较等下你。就伊头拄有甲大家介绍过，伊就是伊迄个 passport 啦，就是伊护照随身拢扎咧身躯顶，因为就是咧变互人看，伊已经改到大文明。啊，伊头拄啊着，伊已经着，看咱大家想要看，再家招，就即个代志是做会到的。啊，伊遮已经有甲咱写，就是讲着，就讲其实啦，本地遮的人，因的名，因迄4角字啊，因拢是去用因家己的母语去读的，就是伊毋是读做，就咱即摆得到一种病，迄个病叫做咱看到汉字，咱就感觉是中国字，啊，一定爱用中国话读，嘿，啊，迄是咱的病，是因为咱已经是中国人，就是互中华民国教育做中国人，啊，毋过其实像迄个民风讲，嘿，民风讲像遮的人，其实因家己的迄个英文拼音，伊嘛袂去用中国字，对无？对，所以真趣味啊！即个代志都啊，想到台湾人乖，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台湾人较乖，对。啊，所以你的囝毋是你的，即个代志嘛是安尼，就讲阮想要互大家看会到台文啊，即个代志嘛是爱阁拜托大家，爱阁提醒大家，囡仔是有人权的，囡仔你爱甲尊重，自细汉甲当做人来对待，毋通家当做你的财产。咱即马含狗、含猫，咱都无可能用拍的去甲教，对无？所以咱哪有可能咱教囝，咱阁要用拍用甲骂的？就是迄你无甲你就是无甲当做真实嘛。啊，你哪有法度想讲你一个用真实甲教到18岁，雄18岁就变人，迄无可能的代志。伊就是做18年的真实，伊继续就会阁继续做真实。伊生出来的人，伊就继续阁用即套甲对待。啊，你的囝毋是你的，就是咧讲即个代志，就讲你的囝毋是你的财产，伊有伊家己，伊生出来是啥物性，伊爱创啥物代志，迄拢是伊的，你毋通甲限制，伊是伊，啊你是你，啊毋通甲当做你的财产。中华民国人上高就是甲囡仔、甲查某人当做财产。嘿，啊，这是白话字，其实是共款，就是共款咧讲，你的囝毋是你的即个代志。对，啊，即摆就是即张嘛是，其实嘛是，就是遮安尼做起来，你就是会发现讲，其实语言伊毋若是语言啦，有人直直讲啊，语言原来是工具啊，你是安怎要安尼？就是咱敢袂使。就是用中国话，哪有遐紧？就是伊敢若是一个工具尔吼。啊，我其实简单问你啦，就是若既然拢是工具，啊，咱50档日本人来50档，咱日文用好好，咱若无即马就拢煞咧用，嘛是用了好好啊。像我日本人要走的时阵，逐个无爱爸叫母，讲咱一定爱甲日本留落来，无安尼是啥物无尊重，就是袂晓。中国语的人对无？伊无啊，咱迄阵无呢，就是啥拢无，大家无想要甲日本语留落来，日本话咱啥拢无学生，迄阵怀疑就是啊，咱已经拢放假50年已经惯势啊，啊啥拢咱日本人走，咱嘛无讲啊落牌，日本语的改做废去的呢，咱会嘿，咱无改，咱拢甲改掉呢，咱拢甲改做中文的，对啊是安怎？我着这到底是安怎啊？其实内底有认同啦，就是你的认同到底是啥物？啊，甲比如讲，其实语言毋若是语言，比如讲，伊甲土地是斗阵的，伊甲伊规个是规排肉粽啦，就是拢斗阵。安怎讲？伊是甲伊是一个语言，就是文化，伊就是你来熟悉即个土地的一个方式。啊，伊嘛是文化，就是讲，比如讲，咱咧讲七娘妈生。七娘妈生，咱袂去讲七娘妈生，咱台湾人，我听讲迄个讲合法的人嘛是有差不多的迄个习惯，就讲咱是爱拜拜的，咱是因为爱保庇囡仔好幼稚，咱过即个节日是即个意义，对咱的意义是安尼，所以七娘妈生是即个连结。啊，毋过咱即马煞，请问咱7月7号，就是迄个旧历7月7号时阵，咱拢咧创啥？咱咧过迄个，咱变做巴伦泰。
而且迄个故事佫就变小变态，去看人洗身躯，结果啥物迄有够变态，迄就中国人才做出来。卖牛互我这是虎官啊！迄就是中国人才做出来变态的故事，就是迄个偷看人洗身躯，佮甲伊结婚，对无？虎官笨手，小笨手、小变态，毋是台湾人，迄绝对毋是台湾，咱毋是迄款物件。都要挂掉。对，真生就是对。伫啊。所以咱毋过你看，即摆有偌侪人会记得七娘妈生嘛无呢？就是咱迄个文化就缀这无去啊！你若七娘妈生，你要用中国话来解释，嘛是真该晓啊，对无？就是迄毋是咱啊，迄毋是咱的物件。所以阮即摆咧做的代志，就是阮用台语野餐啦，就是阮即摆就是咧招台想要讲台语的囡仔，因为当然阮有真侪限制啦，比如讲阮无人啊、无钱啊、无所在啊，阮去倒位佫去互赶，因为阮囡仔想要挖树仔，就去互讲树仔安怎，阮囡仔烫只骹，就讲遮有蛇，遮危险，阮讲阮家己负责袂使安尼，啥物歹看，所以就是我讲你遮也无写讲袂使烫只骹，就是反正就是。阮去到倒位就是去互去互赶，毋过有真侪困难，毋过阮就是真拍拼，真拍拼来做，嘛希望搁较侪，因为即个物件我一直知影讲，毋是干那阮两个囝，就是阮两个囝家己讲，即个语言袂活，就是伊一定爱是规个世代的人，咱有即个觉醒，有即个觉悟，讲好，即个物件我无要互伊无去，才有可能伊才有可能有机会会使活，所以阮嘛是想要招搁较侪人来到底做即个代志着。就是目前就是有遮的野餐，阮做的代志真简单啦，就是其实即套是是了，因为我毋捌强化过，毋过即套听讲甲强化差不多，就是头一项阮大部分的时阵是阮无安排啥物课程，无安排啥物你啥物游戏，也是你哪会来创啥无？反正就是囡仔，你会使讲放牛食草，其实是安怎较重要？因为囡仔需要，囡仔真忝，伊家己，伊上爱学的是伊甲人的互动。即个物件其实你是无法度互伊规则的，就比如讲，好，你即摆若看到比你较大汉，即个人吼，伊若是悬你一个拳头尾的时阵，伊若甲你拍，你就袂使甲拍转去，无你会足辛苦，背，对，你无法度用规则甲讲遮个代志。毋过你就是爱互伊出来去甲人计较。毋过你看中华民国人拢是安尼，就是拢是强势嘛，就是反正我去，我一定爱摆，就是我去厝上路，我就一定爱安怎设置面，我绝对袂使共安怎。就讲，因无要互囡仔家己发挥啦，因足惊囡仔有冲突，足惊囡仔有毋拄好。其实阮嘛一定惊，因为囡仔拢，大囡仔拢是宝贝，这阮知影。毋过你若是为着，比如讲你惊囡仔受伤，我捌看过一个囡仔，伊咧行迄个 escalator 啊，迄个电楼梯哦。伊就是剩一家尔，伊就是要交足欢喜的，应该是三岁外囡仔，有足欢喜就跳落去安尼。迄个老母就讲，你看安尼，你会受伤，你讲安尼我甲你拍啊，啥物你毋敢安尼，我就讲，所以你就是我想讲安尼，你是惊伊受伤，还是你就是你要甲拍甲伊毋敢受伤？所以即个道理是啥物呢？我为着惊你受伤，所以我用甲你拍的，是互你受伤，为着你无爱受伤安尼。就讲这是完全无理路的代志啦。毋过中华民国人足爱做，就讲反正我就是着用拍的、用骂的，你着一定，你就是爱听我的，我就是为你好安尼。阮毋是，阮就是互囡仔伊家己去找伊有趣味的代志。囡仔足够耍，其实你免替因安排石头，伊捡去日落来，伊就会使看足久。伊家己会去耍足侪，当然无共款年岁囡仔伊的需求会无共，这嘛是爱注意。毋过其实毋是像中华民国人想的讲，囡仔一定爱替因安排啥物，因才袂缀袂着人。其实迄拢是好笑的啦，对无？好来，所以其实对我来啊，今日着因仔较重，我嘛足会想的。哎呦，过来看垃圾米啊！对，垃圾米啊。所以咱即摆就是来看伊啦，其实伊改，我袂记恁咱看过会使转去看伊头前，伊头前写的甲即摆改的是啥物？就你看，对，伊改讲吼，你若是身为一个健康、
佫有充沛资源就是爱佫是着年轻小的台湾公民啊，你应该有即个政治义务啊，去培养啥物的中文能力。好，我现在就问你啦，其实是安怎？其实因为因足巧的啦，因遮个人哦，因是安怎有法度做网络顶悬较红的人，就是是安怎伊有法度着，是安怎有法度掠遐侪资源，其实因足巧，因足细腻的，伊想要改到变样呢。当然这是我家己摇的啦，就是嘿。我的想法啦，大家听看卖，就是是安怎伊要甲改做少年人。头一项，伊知影吼，伊若是无改做少年人，大家讲，你看迄个老人，伊袂晓敢是伊毋对对无？咱若是摕迄个老人出来，伊就感觉讲啊，你哪会较无？就是遐个老人，你要搁叫伊用中文，就遐个老人，就咱其实伊嘛已经当做因死的老人嘛。就是头拄有讲过，遐毋捌中国字，干若捌日语的，干若捌日文遐个老人。就是所以伊超工加少年，这是我的摇。了后对，是安怎？而且伊佫加有资源有啥物，所以其实伊加遮的意义对我来讲，伊就是加一个怀伫恁即马少年人有资源学中文即个现象。即个已经发生的现象，中华民国人上高就是甲已经发生的代志，当作是就是应该发生的代志，当作是自然的代志，当作是正常的代志，当作是足好的代志。理所当然的代志。对，当作是正义，这是中华民国人上高的，就是反正我无管你原因是啥物，我无管你头前后壁发生啥物代志，反正已经发生的代志，就是一定是对的，嘿。因就是上高做即个代志，我想问你若要做即个代志，我搁要你甲我讲要创啥？你安尼叫做退学家哦？我请问你，就是你这免退学嘛？我反正人讲啥物我就做啥物，安尼尔嘛，对无？安尼我需要思考啥物，这免思考的代志啊。毋过因反正足够写人就写安尼，所以伊即摆写嘛是一个现象，所以。我头拄讲就讲，即马现象是着，就是咱头仔对头前开始讲，咱即个现象就是讲，咱已经免用咱中央敢要向一个，也是讲，吓差不多咱就是，吼，若要向分就向分一下，搁10分钟转来，咱就搁简单20分钟讲刷剩，差不多20分，互相就是讨论安尼，好无？就这样。去放尿。去放尿。呀，拉专辑。为啥？我敢要迄个停一下，免停啊，停就是结束呢。免停哦。停就是结束。好啦，安尼换一下手。你就放尿。哦，好，无。手要去换。等下，我啃。好，安尼翘，耶。好。耶。即马对，伊是学地理系，石口其实就是即马上山。上山即个名是安怎来？上山是日本人予的，伊感觉讲啊，遮足水，就是因日本一个上山的所在。甲你名是安怎？咱即马迄个名会阁用对无？就是是安怎咱无莫讲日本市民的物件，咱咧用啊；中国市民的物件，咱即摆嘛用啊足爽的啊。嘿啊，啥物和平乡？搁甲你讲好咧。对啊，对啊，遐个物件，啥咱拢感觉毋免改。是啊。对啊，啥咱逐工咧坐问，遐个南京啥物南京甲正式的中国人来台湾，伊就分袂清楚倒一个南京是倒一个南京，因为南京啥物宾馆，南京啥物站，南京啥物站，伊就已经分袂清楚啊。对啊。人转来咱就。我就无甲，当前我就毋爱甲号做南京复兴，我就做兄弟。为虾米？兄弟饭店。对，伊伫迄边，我就讲，咱去兄弟，咱袂讲爱去个南京复兴。遐是中仑啦，遐是中仑，所以其实遐本地的名的嘛是爱甲找转来，因为兄弟嘛毋是对啊。对啊。就是会使闪拼迄个物件，无就是咱本地的物件，咱爱用咱家己的物件找转来，对啊。
我感觉即个字我感觉定定讲毋对，就是伊对迄个草山来的，因为伊是我甲大家介绍吼，伊是迄个云林人，啊伊来草山，伊在中国文学大学读册。对，伊在中国文化大学读册，啊伊对草山今日走来遮，嘿啊，啊伊就是拢有早跑去好咯。清朝的时阵，我我无是，我毋知转去完全拢错。迄个时阵吼，外国人若要拼音，咱的台湾的白名，哦，参像上出名就是当时。我今日那个卖姑娘可以。我塞车。我讲到迄个买狗，我就讲卖姑抢断。我讲平日去平啊。是啊是啊。这个更加强。对啊，我知。对啊。其实就是因台湾台语的名。邦桥。对啊，邦桥，伊是邦桥。是邦桥。对啊。较早淡水或者河尾，河尾即摆嘛有咧用啊，就是河尾靠淡，因为遮个河尾。是啊，即个特色，伊就或者特权。先定，就是安尼。好啊，咱差不多开始，咱较早就话路途真遥远，就是咱较早迄落，大家较早休困，莫拖啊久。好啊好啊，你等下我。好，反正咱就哪讲，嘿啊。所以即个物件就是讲是安怎，即摆即个现象变做讲是就是正常啦，就咱家即。哦，真的。哦，所以爱搁开，放心。每当回去学过来高中。上面有价格。我塞下来，塞下。系啊。啊，你停喺倒诶？靠啊！啊，你看喺倒诶？啊？啥物？我在停。有啊。哈哈哈哈哈！只要每天早下班，我甲头家讲，我甲律师用。你大家我讲律师。我使甲你 Q 啊。哦。交就好用。哦。无，我无甲你听。我帮我照回事。什么英语和做大道子，较早和做大丢面。这样嘛无简单。对啊。你是爱靠咱这代人的关系吗？是啊。因为在座应该是我上少年啦，18岁啦。你讲我真18岁。是啊是啊。看面就唔知。要看，消化袂出来。我有 passport 的，会当看，我会当信，讲我2000年。迄个面册顶悬有迄个讲过是，甲恁甲这个活动关系。这是子弹机。对。
因为是讲较早拢无去过参像即种工作。所以头一摆对。coming out 头一摆听到即个工作是讲台语的，对，台湾话管理。你刚下课，你下课就过。我叫一个啊，我叫一个讲好话，我也去小红亭里。送我，送我，水环头。都看到个这里。对吧？我更厉害。我那个骑到那个马线断掉。啊？要吗？它断掉骑还好，是那个，只是那个，我不知道我骑多快。那等下回去。回得去。你要搭公车回台北，我就骑车。啊。其实如果是要换。哈？我看卖 low battery， 要无电啊？无，咁唔摕来插。应该差这样。OK。你把迄个伊倒搬过来。好啊。好。想要加，毋是，迄就是一个介做 NGO 做文版。NGO。哦，安尼牵手就好啊。啊，毋过伊坐袂转来。是安怎坐袂转来？是安怎坐袂转来？嗯？无安尼应该嘛会使啦。嘿。安尼我是阮这个 iPhone 模式。对，我是喊 iPhone 模式。嘿啊，我从来毋捌用过 Apple 的物件。可以会，然后，因为我就是我被做一些送给旧然后就想说，可以介绍那个研究生。后来我后来研究完之后跟我妹讨论，我妹完全。他说你怎么研究那么多，他都没有。他们都在猜那个什么的历史，然后问什么有下面留言，我就在下面留言，然后他们猜的，然后就都没有猜中，然后我就想稍微看看，我发现就是这个美国立体线论，就是那是干嘛？这个。要是有一些有趣的，当然要去。749。哦啊，就准备好班。辛苦。就准备好班。好啊，50分啊。系啊，开始。对啦，就是讲，所以即摆即个现象啊，就是讲，已经变做一个中华民国人甲当作是一个政府，就是迄个像迄个美国的老爸啊，伊就来台湾啊，美国老爸，伊来台湾啊，伊带因囝转来台湾，伊就讲，伊讲吼，恁即摆去公园看，其实咱即代阁看会着啦，咱去公园，老人较会去公园嘛。你看遐个老人，差不多70岁、80岁老人，因就是互相拢是讲台语。啊，我10岁以下的遐个囡仔，因是讲啥物话？因就是讲中国话。啊，袂输讲因是咧无共款土地、无共款空间。啊，遮中间经过啥物代志，无人知，就是遮中间是经过啥物代志，所以造成安尼。咱即马已经甲当作。自然就是讲，咱已经甲当作甲迄个主先生共款讲的，就是讲，反正这就是你少年人你的基本的义务。其实伊讲的即个现象，就是已经是实名的结果。咱拢是实名的结果，咱拢是实名的受害者，
咱袂晓写家己的语言，袂晓讲家己的语言，这拢已经是失明的结果。啊，对，所以头拄问讲，你敢知二拜就是因透过迄个国家家己用称，啊，对，伊就是甲你刣，啊，凡是刣无死的人，你着用政治，啊，凡是用国家家己嘛，伊就是继续安尼，啊，着甲你教育做，你无要做中国人嘛无可能着对，咱凡是入去读中国册了后，你就是会变做中国人。啊，咱讲着，咱其实即摆咱常常咧提醒大家讲啊，你无想要做中国人，你搁转票互迄个韩国瑜啊，啊你安尼甲因去，其实讲较歹听的啦，有人直甲人警告讲啊，你看今仔日的迄个所在叫新疆，你讲今仔日的新疆是明仔载的台湾，啊，毋过新疆即个字其实足支那中心的，因为伊就是新疆，就是。你叫靠吧。当是 Turkey。对，当 Turkey。对啊 ，East Turkestan。对啊，即个啦，就是其实伊是当 Turkestan 啦。其实新疆即个名嘛是因为伊是中国主义啦，是中国中心，所以伊感觉迄是伊的新疆啦。哦。即个字啦，啊，其实遐就是人的当 Turkestan 啦，就是别人的当兵，所以。即款地名嘛是啊，就是我的当兵是你的新疆啊，就是其实迄是别人的物件，你去共抢过来啊，对无？迄根本就毋是你的物件。啊，咱即摆看遐啊，因遐就是咧做啥物代志？其实因做代志就是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已经做过一轮的代志。啊，因做遮的代志的时阵，咱敢是咱有可能搁细汉还袂出世，咱无资格。啊，咱即摆已经完成啊，伊已经做好啊，做好势啊，所以。你莫讲啥物明仔载的迄落明仔载台湾，就是今仔日迄个当 Turkestan， 今仔日台湾无即款代志，台湾已经发生啊。啊，毋过其实是敢若因为咱浸咧水内底啊 ，fish can see water， 咱浸咧内底已经看袂着，所以迄个底线是咧创啥？伊是一个足红的，就猪肉线是无啦，毋是迄个底线是伊咧创啥？伊毋单一个人嘛，伊两个人，因就是规定人其实足有声量的，足厉害，足牛的。啊，就拢咧创啥物？伊拢咧讲，伊嘛毋是无关心恁的母语呢，伊有关心恁的母语哦。伊是中华民国人，毋过伊嘛是关心恁母语啊。你看，伊咧旧年的世界人权日，伊搁去办安尼讲座哦。伊用伊迄个主持人是一个两个拢有哦。啊，阮去迄场，伊嘛是真正伊有啊，伊敢有无关心？伊有啊，欢迎恁。拜托的，我主要中文对无？啊，你去坐迄一坐两坐，一礼拜一坐的，恁去坐啊，阮足尊重你的啊，足多元的啊，对无？足感恩，小感恩的，多谢你，无互阮无死甲足头的安尼。所以就讲，对因来讲，因的基本的迄个设定啦，就是。遮的啊，毋过遮的人，遮中华主义的人，中华主义的人，咱是看袂着。咱袂输，敢若中华主义毋是一个国族，干恁娘，伊就是中国族啊。伊就是中国族啊。伊敢若伊袂输，敢若伊足进步的。啊，伊佫讲哦，我无有的人啊，毋是即个现实。有的人佫讲哦，我是足进步，我无国家，我心中我是无国家的人。啊，毋过敢是就是。伊心中迄个无国家，啊，请问你若真正无国家，你哪会斗阵来拼迄个中华民国？啊，伊无安尼就无感觉中华民国对，其实迄是因为中华民国都是因的嘛，就是即个差别尔，嘿啊。所以伊是有资源的人，啊，伊有足侪权利，啊，咱即马毋啦，伊咧插足侪代志。啊，话语权拢互伊少年人嘛拢听伊哦，足进步的哦，讲足侪代志的嘿对。啊，你看，嘿就是安尼啊。所以其实即个问题就是爱问恁啦，恁是啥人？啊，恁要保护的到底是啥物权利？就是讲，恁若毋知影你家己是啥人的时阵，其实你是你家己无人权，你都毋知呢。因为若是台语准是你的物件，是客语。合法是恁兜的物件，结果你住喺即个世界，竟然袂使用合法，你敢会你应该甲我共款生气才对啊！啊，啥物你袂？
有就多人讲，嘿，我们家也是客家人，我爸爸是客家人，我妈妈是客家人，我只是不会讲客家话。所以咧，我唔知全是。所以对啊，所以你讲，所以我袂晓讲日语的日本人，我袂晓。对，所以是安怎？就是你要讲你是客人，我唔知。我同意啦，就是讲，我同意咱讲爱搁较，因为咱伫即个都市，其实咱有足侪语言。我同意讲，即个都市顶悬的语言是咱的宝贝。就是讲，其实讲真实的啦，就是咱有较侪语言，咱一个人，咱住在台湾都市顶悬，咱一个人学两种语言，敢袂相像？就是即个代志敢是足离谱的袂呢？就讲咱着愿意去学，毋是咱的中国话甲中国语甲英文，也是甚至日文。咱即个倒是会晓日文的人，甚至我讲会晓德国话的人，可能拢比会晓台文、德国文会晓德国文的人，甚至拢可能比会晓台文的人较侪呢。是安怎咱愿意去学遐个物件？咱无要学，客话嘛有拍法师呢，嘛有客文呢，毋是无呢。是安怎你无要学？客语嘛有白话。你要来甲我讲，你要做，你是客人，安尼请问像是，安尼你就是像干出来就是啥物人嘛？安尼你甲迄个白龙讲有啥无共？你啥人干出来，我就是啥人。安尼到底是像是种族主义？是你啊，毋是我啊？对，你的认同是啥物？你含你家己无灵感，你都毋知。所以讲到遮，就是讲，其实今仔日迄个翕仔来，就是邀请我来就会。新啊，是嘞新啊 ，SIN， 新啊邀请我来啊，就是嘛是就感觉伊就勇敢的。我讲其实真正无，就是讲因为咱拢知，就是咱拢是实验的结果。就咱无可能，就是真正讲到这真正要流目屎，就讲无可能去要求，特别是少年人，就讲我无可能因为恁袂晓讲客语，袂晓讲台语，家己就是去怪你，因为阮无互你这个环境，毋对的是阮。我若阁继续做安尼的代志，我就是继续互即个代志阁继续发生。咱要安怎？因为咱拢是即个现象是，就是安尼。咱要安怎做？因为咱要反抗嘛，咱希望咱会使，就比如讲咱中华民国伫个，咱要建国，咱要安怎做？对咱来讲，语言甲文字就是上基本，你会使24点钟面对的一个代志，就是讲。你选定即个代志时，你就会使开始去想讲，对我来，我即马啦，当然每一个人，因为我嘛毋是一工行到遮，因为我之前嘛是，拜托我为着要推台文，我写小侪中文，互人讲，拜托你来讲台文好无？会写台文，拜托你来讲台语好无？我做过足侪即款代志，毋过我行足久行到遮来，即马对我来讲。叫我讲中国话，叫我讲写中国文，对我来讲就是贵啦。坦白来讲，就是安尼。当时我有法度选择要贵，当时无爱贵。其实有当时我真正无选择。我相信，就是讲较歹听，我今仔日要去演一个头路的时阵，我敢讲台语，谁要甲我请？我迄阵我是毋是要贵？我毋知。我有一摆我无贵，结果我无摕到迄个头路。对。迄个头路是着伊咧台东嘛，是一个老师嘛，就是老师迄个中华民国老师的迄个款，我去，结果伊讲就是已经第8招、第9招，反正一人去应该就会调安尼啦。我迄阵嘛，其实我嘛有想我敢要讲台语。我也是讲，嘛有人讲你入去才讲就好啊，对无？你想要你伫迄个 interview 时，你想要安尼？其实我已经有让啊，我无真正较少好无？我有让啊，我想讲好，我一半台语好无？我上无对无？结果就无调毋知啦，就是标准敢是70分，就是互我69分安尼，对。我毋知迄份是毋是语言，咱毋知对无？嘿啊。
对，毋过就是即条路要继续到啥物程度？因为咱每一个人，因为真正的咱是受害者，毋过咱做受害者要做到当时，就讲，咱敢永远家人使做受害者，咱永远就无可能去甲变。咱若是永远无要甲变，伊就是永远继续安尼落去。所以讲，每一个人感觉咱家己有诶力量足细，要做诶程度足细诶，毋过就是。会使做诶代志足少诶，我同意。真正迄个无力，就是你真正要去面对诶时阵，迄款24点钟有无？阮足侪人面对甲起笑起啊，就是王庭伟，哈哈哈哈就是有人伊真正安尼，伊洗身躯洗到一半，伊想讲台语要死流目屎，阵仔你知无？伊就无法度。伊真正伊就是干那写台文，而且伊诶台文伊干那要写白话字。伊就是要做甲安尼，对，结果对伊就是要笑对。所以我意思是讲，咱即条路，因为咱敢若是一个人，咱要行到倒，我真正无法度互你答案，敢若迄个答案敢若你咧身躯顶，敢若我甲你讲的就是讲，你对我来讲要做一个反抗的代志，即个就是上好的反抗。了后，因为伊就会使逼你，伊就会使24点钟提醒你。歹势，你就是无顾家。我今仔日要用台文，我含要找讲红菇粿，我就无法度用白话字找讲红菇粿要去倒位买啥物，我找无。我是台文是蹛即个世界是含迄个啥物啊，就是所有语言拢有人翻译啊，毋过对，就是毋过台文即马迄个翻译换字佫翻译袂出来对无？就是即个现象，你要安怎去改？就是讲对我来讲，我即马咱用一个例来讲好啊，就讲，对，时间嘛差不多。嘿，我用一个例啦，就最后用即个例来讲，就讲是安怎我要行到即步，是安怎我要坚持到安尼？头一项是因为我伫囡仔顶面我看到啊，就讲囡仔即辈5岁即辈囡仔，咱无做到即个程度，因即马是喊，就讲。有一个妈妈伊问我，伊讲你若是住喺公园，你就拄着迄款囡仔，你就知影伊绝对是袂晓讲台语，你要甲伊讲无？伊问我，伊讲你要甲伊讲啥物话？我足爱囡仔，就是其实无啦，阮本来无爱囡仔，我毋知我是爱囡，有法度爱囡仔的人，就是我了，毋过我看到囡仔，我即摆伊问我安尼，我讲若是我啦，我会甲伊讲台语，有几个原因，头一个是因为。我若无阁甲伊讲台语啊，伊即世人无人会甲伊讲台语。伊即摆喊台语是啥物，伊就听袂着。就是讲，阮囝即摆咧公园耍，已经变做是人问我讲，毋是问我问，就是迄个国中的囡仔，毋是国中，咱无国家，初中的囡仔，嘿，初中的囡仔，伊问伊边仔的迄个老爸老母讲。请问，伊讲，因耍足久的呢，因蹛海公树拢直直跋来，因敢是香港人哈，哪会海遐久安尼？因为因听阮咧讲台语，伊已经无法度知影讲阮讲的话到底是台语，还是香港话，还是讲广东话安尼。所以对因来讲，因即个物件是欺负到即个地步。所以我会甲就是无论迄个囡仔伊有听无台语，我嘛是现知伊一定听无，我嘛会甲伊讲。头一个原因是安尼，就是即个世界敢若有我会甲伊讲啊。第二个原因是我就是我家己囡仔的台语空间。今仔日我若是用选择性的，反正你听有听无，我就无爱讲。对我的囡仔来讲，囡仔伊是上无权利的人，伊是上弱势的人。所以你若愈安尼选择，囡仔当然是看你啊，而且。我就是我的囡仔的台语空间，若是喊我，就无法度保护伊的台语空间。安尼啥物佫有啥无法度互伊台语空间？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个，我有法度创造我家己囡仔的台语空间，我嘛创造别人的囡仔的台语空间。我是咧做即项代志。毋过你讲会拄着妈妈会问啊，讲安尼你敢毋是足挑工？嘿，对。即摆就是你干若有法度挑工，你才有法度做即个代志。即个代志敢是对，就是挑工敢就是毋对。我感觉我愿意承担迄个成本，我愿意承担你无理解我的成本。第三项是我感觉安尼才是正义。啥物意思？就是讲，我今仔讲每一句台语，我就是咧替即块都市袂晓讲中国语的人争取因的正义。
啊，即寡人伊若袂死，啊，因即寡人因已经有干孙仔啊，因可能因家己若袂记，因敢若会晓代志即个代志，甚至因已经愿意为着因的干孙仔，要甲干孙仔讲话，因开始讲，硬讲因袂晓讲中国话，无要紧。恁放弃恁的权利袂要紧，恁袂记恁的权利，迄是恁的人权，恁无啊。大家甲你袂记，袂要紧，我会记的。即个倒数，阁有人会记的，阁有人要安尼争取。啊，毋过讲真实，我嘛毋知我会使争取到啥物时阵，就是讲，即个代志，我加讲一句，我就是咧替恁争取恁的正义，我就是咧替即个倒数争取即个倒数的正义，对啊。所以对我来讲，继续讲台语，继续写台文，伊的意义是咧遮，吓啊！我当然就是真正就是大家拢你有你家己的资源，每一个人资源无共。有人会讲啊，就讲哦，你迄是因为你有啥物，你有一个宽容，你说台语的工作安尼啥物，嘿对。啊，请问啥啊？日本人免去找一个忍受伊讲日语的所在，就是啥日本人免咱讲台语的人，咱讲客语的人爱安尼。对啊，迄其实就是因为，就是市民的结果啊。啊，咱敢要搁继续安尼？啊，咱会使创啥？对我来讲，这就是上好的反抗，就是上基本的反抗，对啊。毋过当然是，大家家己心中活强，做到倒位，就是做到嘿，就是对。啊，无，因为咱嘛无资源，通甲大家管。啊嘛无对，嘛无讲嘿，嘛无讲你讲台语分汤仔互你嘛无对无？啊嘛无讲，啊你无讲台语，我甲你拍，就是无可能对无？甲你安怎甲你掠起来，无可能。无可能哦，无啦。对，所以我意思讲，大家会使做到倒位，啊你感觉你想要做到倒位，咱就做到倒位。啊，需要资源，比如讲，咱干若是咱想要做啊，如果咱欠资源，比如讲我就是无环境，网紧啊，咱来想办法，咱一礼拜。几点钟，咱就先开始练习讲台语，好无？加即几点钟，还是讲咱先练习来写白的字条，所以扣着金卡，你对啊，你一礼拜请教一摆白的字，来讨论一下，就是要安怎做咱，甲迄个空间甲迄个资源创出来，就是咱若是有心，感觉即个代志是爱做的，对啊。好啊，啊来 Q&A， 嘿啊，时间差不多对无？嘿啊，敢有人？你若想要讲，我莫有就互你啦，你倒起来，无啥。莫歹势，免歹。我无闲哦，我下班哦。台北嗰是照美国的迄种，我无共班的。第一杯水就宾馆开讲。我有闲才参与搁看卖，搁看卖。新朋友就是有新的朋友，还是啥物要对啊？新的有新。好，也是莫有，就是人无做会使讲看家己的语言，因为我感觉语言真正语言的使用其实是少私人的，就是讲我今仔日想要用啥物语言，即个代志有影是少私人，而且其实伊是真感情的代志。啊，我无可能去要求讲，你想我讲啥，你想无，咱根本无任何的权利去要求这个。啊，我今日讲的是我家己的经验，甲我家己对啊对，有想要讲的对，吓。伊即摆有感觉是无法度对无？好啊来，咱互较新婚的面。啊？哇！新婚朋友。我是来这是新婚的。我们在直播吗？对啊。因为我不露脸的，我主动介绍者。免怪掉了。哦，卖。然后下面。王俊凯。咦？但是我也常被两Q 妹划水来处罚。太滑了，滑毒滑胶。啊，毋过基本上迄个功课是共一边的啦，吼。恁嘿啦，啊毋过恁的迄个心中有影足大粒的，啊毋过嘛毋免失志啦。毋免因为讲吹塞，迄个吹塞袂去，伫遐哪洗身躯哪哭哪安尼，对无？若真正要安尼，迄洪义仁教授、罗广成教授，20-30年前早就哭死啊，对无？洪义仁即摆嘛应该无啥迄种，
你叫咩話？有啊，有啊。我無迄面啊，無迄面。這台電腦敢會當上啊？係啊。我你唔通講上久誒？哦，莫迄面啊，莫迄面。大家鼓勵者啊。袂使聽聲。好啊，無迄面啊，毋講話。對。拄仔講到，因為迄個咱台北你的迄個辦的遐野餐，其實我自早就真想要去啦，啊，毋過毋是傷遠，啊無就是無時間。我就伫遮，所以我行路來，莫懷疑，到明仔載啊，搁看卖，搁看賣。你住伫遮哦？袂使迄邊哦，無迄條面。足夠無叫迄個。咱講像迄個劉德華，但就是伊個英文名就是。好。這是。伊查某囝。哦。袂當去找囝。安尼也是莫翕着伊個面。安尼莫翕伊個面。伊3歲的時陣吼。莫翕伊個面。跳過，華語的部分使跳過，唔免看這，係啊，緊看後壁。伊敢是已經學會曉迄我剛才介紹一個，就是伊某是講迄個廣東話。我這陣就咧講啊咧。有人要头说不行，妈妈还在，等我回去上车。还没结果我已经一直瓢虫有毒卖啦。哦，伊用廣東話講，吼，迄隻拍瓢蟲咧創啥？因為伊某。哦。我沒讀。媽咪一隻瓢蟲喺度做咩啊？你讀嘅時候唔好問媽咪問題，你快讀完先。啊，跟他。等會他大一點嘛，休息前來說，你把我喝的水弄髒了，我知道。過來。過來。伊講迄隻鳥仔是安咧看這兩隻是安怎，啊用廣東話打鳥。啊，你敢嘛？即擺嘛淡薄仔聽有廣東話。有啊，我聽有啊，嘿，我都袂曉，甲伊鬥陣咯。這個是囡仔。啊，我講話，我講廣東話有腔啦，啊伊無腔啦，嘿。手要害怕的說，嚴重在河子上游，我就在下游，怎麼可能弄髒河水呢？要派哦。要回啦，要回嘎嘎，過來。要回嘎嘎來啦。對啊，過來。你哪個飛啊？很貴。可憐的手呀，嚇壞了。我不笑吧。我袂曉啊。忙解釋。忙解釋，我還沒出生，是我。寶寶這個是不是？一共是我啦。唔是我哦。伊那唔是我啦。唔是啊，都真正唔是伊啊，過來。哦，大概就是安尼，就是伊月頭對阮某的時陣，就是用廣東話講話，啊，過來對我的時陣，就是用台語講話。所以咧，就是講拄仔，咱台北講的講，
一个囡仔咧吼，伊要为红兄仔的时阵开始就学几啊种语言，迄是有可能的啦。吼，而且袂去南参去，吼，袂去火去啦。啊，其实咧，伫大部分的国家，迄个国家的国民会晓讲2种、3种，甚至4、5种语言的国家非常侪，甚至可能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拢安尼啦。所以咱袂当干那伊讲哦，我干那哦，我就会晓华语，我会晓华语，我就世界买物件创啥做生意，旅行啥拢会使啊。吼，咱袂当以安尼来主办啦。吼，咱应该是讲咱台湾的族群，吼，任何的语言，咱拢捌过，啊，含阮某辈我都已经听甲拢会晓啊。吼，真差讲无啥会晓讲安尼尔。对啊，当然。这个我嘛非常佩服咱，你的迄个粉丝团拄啊出的时阵，我可能也是拄啊开始的时阵，我就2赞啦。哦，所以咱嘛是有互相关注真久啊。吼，啊到今日才见面安尼，啊今日想讲，看到讲啊竟然伫遮来演讲着，所以就暗时来遮。甲你学演一下安尼，吼啊，希望讲互大家吼会当伫推广咱本土语言的时阵吼，加一寡信心，吼啊坚定咱的信念安尼。好，多谢。你嘛加写歌台文啊？好，有啦，啊真正要看你，嘛是有啦。无啦，免啦，你遐就讲无，你遐就讲嘿啊，你声量较大声啊，所以嘿啊，阮时间较无遐多，嘿，阮较无机会啦，对，你要对，都真多谢你来，对啊，今日抓，足多谢你，吓，好啊，啊，感觉对，其实时间差不多，对啊，真，对，足意外的，足多谢，就是嘿，因为其实愿意，就讲因为我感觉互相咩啊讲，真需要。就是信任这个代志啦，啊，我感觉，我直讲，我感觉就是毋是，就是温柔的代志也有人做，啊，因为我做袂到，所以温柔就互你负责啦，吼，就是都互你负责啊，阮就是做阮感觉欠人做，就是咱就是安尼保卫安尼，就是咱做咱家己感觉欠人做啊，的代志安尼，嘿啊。真正有影足多谢你，对，因为我相信嘛真侪人是因为你的文章才开始有台语即个意识、台文即个意识的，对。嘿，啊，敢若是对我来讲，我感觉我爱做我感觉应当做，啊，搁欠人做的所在，就是所以是对，就是北风甲日头永远。北风对，我就是领导请找我。要领导要抢麦克，请电话在遮，就是空，就是敲互我。啊，无人要做的，我来做。啊，已经真侪人咧做。啊，其实做最重要代志啦。比如讲，你直直买册来藏，这嘛是真正少人。你干那做这就已经。做做过伤侪人啊，就是你做这个代志已经是替台湾扣足侪部落落，所以你真是对，你真正做是伤足侪啊。就说咱就是讲徛咱家己的位，啊嘛真正就多谢你来，嘿啊，今日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好啊，我敢若洗迄个三分钟的，嘿啊，嘿啊，啊，敢有人要来冰岛的，也是，嘿啊，我有人来冰岛吼。哦，其实今仔日迄个陈谦，我要解说一下，迄天若是是中啊时间，即个代志讲完，咱就煞吼。哎，陈谦下班着，陈谦迄天啊，就是阮有一个活动，啊，迄个活动就是，迄个活动是就是新建国。新国家运动对无？因为就是迄天咧分便当的时阵，就是阮已经咧雇佣嘛，啊，分便当嘛是一个台语的迄个台语 girl， 就是伊嘛是咧分，就是我知影伊台语真老安尼，啊，毋过伊就是拄着无共款的人，伊就是拄着台北来，伊就无讲台语，啊，拄着就是讲迄个中国语安尼，啊，拄着啥就讲啥物，啊，我就活过去啊，我就甲讲，迄个我讲你这是你主场呢，你哪会袂讲你家己的语，就是你哪会就是讲台语安尼，
啊，当然，我安尼甲讲，伊当然是一点仔歹势啦。毋过我就是想讲，反正咱有看到有法度沟通，有法度提醒，咱就提醒一下嘛。就是反正咱加讲一句，你是会晓讲的人，啊，其实你加讲一句，人就加听着一句安尼。啊了后，就迄工迄个单欠就是，着其实即摆伊卖句讲迄个代志嘛是有淡薄歹势，因为有卖句的人总是声量较大对无？这无真个上大对，声啊！小大声。对，结果伊迄工咧摕便当的时阵，就是伊着感觉讲，伊着讲伊也是莫直播，也是甲抬起来，嘿啊，莫直播，即个代志莫播，嘿啊，即个代志。